不啦，你之所以覺得自己冇創意溝女約會，成日都唔知有咩做，原因其實係因為你由細到大都已經慣咗用外在嘅嘢去娛樂自己。譬如以前悶嘅時候，可能你會睇下漫畫、睇下戲、睇下劇、打下機、出下街食嘢。依家悶呢，你就忍唔住攞部電話出嚟係咁撳，等等等等。但係如果你想成為有能力製造滿足感嘅人，成為人哋快樂嘅原因嘅話，你就要定期為自己 set 一啲時間框架，練習點樣活喺悶嘅感覺之中，練習訓練自己嘅忍耐力，唔好一感受到悶就即刻揾嘢分散自己嘅注意力。譬如最簡單嘅做法就係你工作期間規定自己未來20、30、60分鐘係完全唔受騷擾嘅，開咗你嘅飛行模式，冇得上網，必須專注淨係做手頭上面嘅嘢。又或者返到屋企規定自己10、20、30分鐘只可以坐喺度做冥想，訓練自己抵受各種誘惑，增加自己嘅自控力。因為呢種練習除咗會幫你更加認識自己、清晰自己嘅思路之外，你都會訓練到自己點樣活得更加處於當下，點樣可以唔需要依靠外在刺激物都可以娛樂到自己。你肯試下咁樣做嘅話，你個人絕對會變得更加有吸引力嘅。